来看台北羽球公开赛球协第主印昨下晡的比赛，对上台湾选手梁庭儒，第主印连赢2场，进入前16强。只要等下到台北比赛，第主印拢会受到观众热情收听。比赛才打开始，都球迷大声发出伊的心意，表达支持。 32强比赛对手是梁庭儒，今年25岁，读国立体育大学。这嘛是两个人伫国际赛头一届相赌。第主印头一局靠大角度的调动，直线杀球，9分比1分，大幅度领先。第主印以21分比16分，摕到头一局的胜利。第二局梁庭儒是真拍拼的比赛，将其尾第主印以21分比17分，连续赢2场，拍入16强，要拼卫冕甲挑战赛历史上女子单打第5个冠军。我目标一场一场打好，先不要想那么远，我先想好明天的赛程就好了。第主印20才打满29岁，生日才打过，访问到生日的愿望，伊讲其实无特别在求啥。 希望说自己在这2年就是打球的时间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，这样就好了。第主印4月份已经表示，明年巴黎奥运了后，2024年的年底会退役。若要讲生日的愿望，就是这2年会当保持身体健康。迄若9月份的杭州亚运，嘛有按算会去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